今特别开始咱第三个场的礼拜，这是要请咱做伙来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搁一届用你的恩典甲祝福，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专要恳求你，即时互阮有安静的心，通准备好要来领受你的话。也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主，阮特别将阮今日礼拜对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每一位兄弟姊妹上下弟弟，进入到阮的心内，伫阮的心内做迄个奇妙的工。也恳求你甲每一位服侍同工上下弟弟，无论是献诗的男声合唱团，书会的蔡长老，分享信息的，每一位拢有你的恩典，拢有你的祝福，甲阮上下弟弟。特别将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的亲自来看顾保守每一位，也将阮所关心的蔡牧师、牧师娘甲因的家庭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加倍来看顾保守因，互因通紧紧来伫头恢复，会当让阮做伙来服侍你，做伙来敬拜你。将阮一切欠缺需要，将阮今日的礼拜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祝福因传。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我要来敬拜我，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佮愿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03首 A 调，耶稣原本是上帝。圣诗103首 A 调，耶稣原本是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伫新的一冬2023年，我们来感谢俄罗你，感谢你带阮行过2022年每一个春夏秋冬。你知，
道路是阮的尽头，伫阮看无路的时，你替阮开路；伫阮脚酸行袂振动的时，你抱着阮行。伫新的一年，求你将吗哪赏赐互欠缺的，赏赐勇气互软弱的，赏赐平安互身体欠安的，赏赐喜乐互心灵忧伤的。最后，求你降落圣灵伫阮的心内，安尼，阮就有够野的信心甲勇气来跑走头前的路，因为阮知你甲阮伫地。伫新的一天，求你来坚固阮的信心，立志伫每一天读经甲祈祷，互阮每一天领受你的话语，甲你搁较亲近，互阮每一步拢行伫你的心意内底。这时，我嘛要为世界的动乱，无论是疫情，也是战争，也是饥荒，求你大能的手来掌管，求你除去一切黑暗，将光来照光这个世界。嘛要为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你的和平、公义、甲疼充满伫这个岛屿。我们要为阮的教会、相连教会，甲阮的牧者来祈祷，特别为阮所敬听的蔡正德牧师交伫你的手中，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伊，甲伊的全家，赐信心，互蔡牧师、甲牧师娘、甲牧心、甲牧期全家。为牧师团来祈祷，求你纪念牧师团，因为你的国度来付出的辛劳。嘛，互每一位长级会长、小组长、兄弟姊妹有同款的心志，来为福音的讲团来拍拼。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够野，袂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这时，咱们做伙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第32篇，嘛是以赛亚书第11篇。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计划甲能力的神，做伙来敬耶和华做皇帝。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善良人，用喙中的拐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3角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情生，牛
鱼甲鱼要三个食。廿年的囡仔要佚佗伫屋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日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这时，咱要来学老，请男声合唱团福音正声得大名。咚咚咚咚。
感谢南社合唱团所献真水的诗，愿者诚做芳芳的祭来应用上帝的国度。咱即时要来做伙看圣经，请掀开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是伫新约现代中文译本第5页，甲台语汉语本第3页。迄时，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河去见约翰，要请伊行洗礼。约翰想要阻止伊，就讲：我应该着领受你的洗礼，你反倒来找我。毋过耶稣应伊讲：现在就安尼做，因为安尼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所以约翰就答应。耶稣领受洗礼了后，对水面出来，天为伊开，伊看到上帝的灵亲像影仔降落，歇伫伊的身躯顶，接续为天顶有声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意爱伊。接续。咱要请咱敬听的牧师杨新造牧师来传讲信息。耶稣是谁？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题目耶稣是甚物人？这可能互咱会感觉一煞较意外。假使你若已经伫教会有一段时间，也甚至是伫主日学大汉，你可能会感觉你已经对耶稣已经真熟悉，也已经知影真侪关系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甲伊的故事。但是其实耶稣到底是甚物人？这个问题，通讲是咱基督教真核心的问题。上时嘛是通讲造成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别一个上界主要的问题。犹太教因认为耶稣是一个真伟大的律比，是一个真特别的老师，但是却毋是因所咧等待的救主的弥赛亚。因即摆还阁继续在等待迄弥赛亚来到。基督教咱无共款，咱宣告，咱认为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耶稣到底是甚物人？这个问题其实也真值得咱好好来思考。伫继续分享进前，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搁一摆用你的听，用你的恩典，互咱三个组织来到你面前，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阮即时要做伙通过圣经的话来认捌，较侪来认捌你，唤起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也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生命内底，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将阮下面分享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赐福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照教会年历的这个顺序，今日是主显节了后的第一个主日，主显现了后的第一个主日。也是在纪念主耶稣受洗的一个主日。传统上，教会会伫主显节来纪念耶稣生平内底三件真重要的代志。第一项是东方的朴素，也是神上家因来朝拜耶稣，带着礼物来敬耶稣。第二件代志是耶稣伫约旦河来接受洗礼，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第三件代志是耶稣伊伫迦纳的婚宴内底行了第一件的新约，也就是将水变做酒的新约。为什么会甲这三件代志放做伙？
咱若小可想一下，咱会发现这三项代志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耶稣家己的身份，众人来做一个显明，所以这叫做主显节吼，主显现出来，伫众人面前显现出来的一个节期，所以会特别伫即日来纪念这三件的代志。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关系耶稣接受加洗的约翰洗礼了后，也正式出现伫众人的面前，开始来服侍，开始传福音的工作。伫这件代志，耶稣接受洗礼进前，也就是耶稣伊伫这个世上头前30天的时间内底，耶稣伊伫众人来看，伊是拿撒勒地区的一个目像约瑟的囝。后来，耶稣伊嘛继承因爸爸的职业，成做一个目像，也负担照顾伊的老母甲伊的小弟小妹这款的责任。伫当时的社会内底，目像是活伫社会真低贱的人。虽然通讲，耶稣伫当时的社会内底，30岁进前，伊并无受到真大的重视，无互人真看重。但是今日咱看的这个耶稣受洗的事件，要成做一个真重要的分界点。接续耶稣的传道的工作，要为当时的社会，甚至为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带来真大的影响甲改变。关系耶稣受洗的这件代志，咱今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经文，但是咱若注意看，伫马可福音、伫路加福音相款也拢有记载这段的记述。但是马太福音的记录是上界清楚、上界详细。咱知影马太福音伊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作者望会当来犹太人来证明，这位耶稣就是旧约圣经这先知所预言要来的迄位弥赛亚。所以真特别，马太福音伊伫一开始就记录耶稣的家谱，用安尼来表明耶稣有两个真重要的身份。第一，耶稣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所拣选、蒙上帝恩典的一个族群。咱知亚伯拉罕是整体犹太人的祖先，共同的祖先。旧约内底所应允要来的迄位弥赛亚，也就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后裔内面。特别是伊子孙内底的犹太支派的后裔。所以咱若看马太伊所写的耶稣的家谱内底，除了亚伯拉罕，接续要写着伊是犹太支派的下面的后裔。马太福音的作者望通过这个家谱的记载，互读的人通知影，耶稣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要来迄位弥赛亚，伊符合这侪的无共款的条件。第二个，对这个家谱内底，咱看到真重要的身份，就是耶稣伊要成做代表上界重要的这个后裔。即个讲耶稣是出自大卫王的后裔，是有王族的血统的荣耀的君王。咱在读家谱的时，因为拢是一个人名接人名哈，啥物人生啥物人，所以咱在读的时，咱可能会感觉真无味，有当时毋知迄重点伫啥物所在。但是无需要咱提醒，对犹太人来讲，家谱对因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因若要确认家己的身份，确认家己的血统是安怎的时，家谱要成做因真重要的一个根据。另外，咱嘛会当先煞来讲哈，除了四福音书内底，除了马太福音有写耶稣的家谱以外，另外的路加福音又有一个耶稣的家谱。但是咱若甲小可做一个对照，咱就发现这两个家谱真无共款。咱若有机会甲做一个比较，咱就发现真侪趣味，也真侪重要的点伫真内面。
以后咱有机会检查地当来分享这个主题。接下来，咱特别来看马太，伊除了通过这个家谱来说明耶稣真重要的身份，耶稣就是上帝所备办要来的这位弥赛亚以外，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伊也引用真侪旧约内底的经文来证明耶稣符合关系弥赛亚的这个预言。伫马太福音第1章的23节。伊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第7章的14节，讲有一个在世女要怀孕生囝，有一个囝要生出咱，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名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带。伊用安尼来说明，耶稣就是要来的迄位拯救者，伊就是降生成做人，甲咱同在的基督。马太福音所记录的耶稣的家谱，除了指出耶稣就是这位基督以外，也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就是这家谱让咱证明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伫历史内底的人。伊有伊的家庭，有伊的祖先，一代一代通往顶悬来杀，会当杀到亚伯拉罕，杀落来到大卫。伊是一个真实的人，毋是像当时有一个异端讲，耶稣只是一个幻影哈，毋是一个实在的人哈，并毋是安尼。通过这个家谱，咱通知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真实的人。另外，马太伊嘛有记载，耶稣的爸爸约瑟甲伊号名叫做耶稣的这个过程。约瑟为这囡仔号名叫做耶稣，是出对天使的启示，表明这个囡仔将来要担当真重要的使命。伫第1章的21节安尼讲，伊要拯救伊的百姓脱离因的罪。耶稣这个名是希腊文的名，伊若换做旧约得用的希伯来文，迄名就是变做约书亚。咱真实接受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迄个约书亚，不管是希腊文的耶稣，还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伊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上帝是拯救。对当时互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来讲，因心内有一个足深的期待，上帝为因备办迄个救世主、迄个拯救者弥赛亚进来，所以当时。真侪人会当因的名其实拢号做耶稣吼。根据研究，耶稣伫当时迄个时代，其实是一个不只要普遍的名吼，真侪人拢会号做耶稣这个名。接下咱就做伙来看耶稣伊接受洗礼的整个过程。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一开始有讲，耶稣伊专程对伊住的所在加利利的合北部的所在。来到约旦河边来找这个行洗的约翰，表示伊真看重这件代志。也过来，咱就来看行洗的约翰伊所做的这个洗礼有啥物款的意义？约翰伊所做的这个洗礼，通讲是悔改的洗礼。要接受洗礼的人，就要大心认罪悔改，也承认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是需要上帝救赎、需要上帝的帮助的人，接下就通过用水洗的这个仪式来得表明，迄个老的我已经死去，新的生命已经来开始。咱来看一段的经文伫第3章的第7节到第8节，讲约翰看见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要受洗，就对因讲。恁这的独抓上帝的审判得要到，恁掠罪会当得赦嘛？就用行为证明恁已经悔改。所以咱通看出，这行洗的约翰所咧做的这个洗礼，一个重点就是爱悔改认罪，认家己的罪，也通过这个洗礼仪式来除去这个罪。当时的洗礼。和咱真较了解的洗礼，其实有淡薄无共款哈。当时的洗礼是爱伫这个活水啦，流动的水内底哈来进行。
而且是规个人爱浸到水内底去。这咱若规个人入到水内底，咱就有啥物款的感觉？你会感觉要溺水要毒死迄款的感觉通过这个感觉入到水内底，你会感觉讲迄个老的我，那就真正是互水淹死共款当你对水内底佫起来的时，就咧象征我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到今日有一撮教派因嘛真强调洗礼，就爱规个人浸到水内底。比如讲浸信会因为洗礼的有一个较大的水池啦要洗礼的人爱规个人拢到水内底，通过安尼会当有一个真亲身的体验因的洗礼嘛无叫洗礼，因叫做浸礼因是规个人浸到内底去。但是咱进入教会的较无遐尔注重这个仪式啦咱感觉仪式背后迄个悔改认罪才是真重要承认上帝做咱的主，所以咱就用滴水的方式来行洗礼这是关系洗礼、关系悔改的洗礼无共款的几个所在。接续咱来看一个图这个图是耶稣伊受洗的一个所在这是大约伫主后2000年之前有一个考古的发现考古的发现因发现迄个所在有一个基督教的群体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基督教群体住伫迄个所在，所以因有考古发现因住的厝特别有挖到7个伫别人为人行洗礼为人洗礼的这个池这就是其中一个咱看起来这水济也少，无介济因为这个位置毋是伫约旦河的主流顶悬是伫边仔的一个较细的支流所以水本身看起来无介济这个地点若用今日的地图来看，是伫约旦这个国家的范围内底所以关系这个地点其实有几若个地点拢讲是耶稣洗礼所在，咱无法度完全确定啦但是这是较新的考古的发现较侪人认为可能性较悬的所在所以以色列有讲耶稣洗礼的所在是伫因的国家内底约旦就讲这个新的发现是伫阮遮因真要创啥？毋知关系什么货？这和观光的利益真有关系因为去圣地的人一定拢做想要去看耶稣洗礼的所在那伫阮以色列游客就拢来以色列这边你若讲伫约旦你就拢走对约旦去所以两边搁咧争啦未完全来确定但是最后咱会当大概看到当时耶稣洗礼的情形大概是安尼。当耶稣来找行洗礼约翰的时，咱来看约翰伊的反应是啥款第14节安尼讲，约翰想要阻止伊，就讲：我应该着受你的洗礼，你反转来找我。行洗礼约翰真清楚知影，耶稣的身份是无罪的基督，是上帝所差派来到世间的这个拯救者，并无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恁大都有讲，行洗礼在做行洗礼约翰在做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你生命有罪的问题，通过这个悔改的洗礼来除去。但是基督耶稣伊若是无罪的，伊敢有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其实是无需要行洗礼约翰知影，你是无罪的基督，你无需要接受我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咱看耶稣甲伊要求帮伊行洗礼时，第一时间行洗礼约翰是甲拒绝行洗礼约翰伊伫第3章咱来看圣经内面第3章的11节，伊嘛安尼讲，讲伊比我伟大真多，我就是替伊赶鞋也袂堪得。这行洗礼约翰嘛知影，和基督的身份比起来，家己是非常的卑微，所以伊袂堪得为着耶稣主上帝所派来的基督来行洗礼。但是最后，咱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耶稣有接受洗礼这个过程是安怎？面对行洗礼约翰的拒绝，耶稣对伊讲
咱安尼做是在实行上帝要求。咱若看和合本的翻译，伊是翻译做咱安尼做是咧尽达款的义，也就是讲，咱安尼做会当尽着人所应该遵行这个礼仪，当成做一个真重要的示范。另外，耶稣用这个无罪的身份来接受洗礼，佫较有一个较深的意义，就是咧表明伊对这罪人的处境的认同甲接纳。耶稣伊大心通过成做一个人来认同所有的人类，来认同来瓦滚咱的需要。当然，伊即马用无罪的身份来接受悔改的洗礼，佫较进一步来表明伊愿意接纳人的软弱和无完全。所以咱来看接续耶稣伊咧做这团队的过程内底，耶稣相在和遐个知影家己有罪、知影家己软弱，也愿意悔改的人做伙，和因相亲近。所以耶稣通过安尼来表达伊对有罪的人的认同甲接纳，同时伊嘛通过安尼为众人来做一个示范。咱若要脱离咱的罪，若要归向上帝，和上帝定心有一个好的关系，咱就怎样做？耶稣通过接受洗礼来做一个真重要的示范。耶稣接受洗礼了后，圣经马太伊继续安尼讲，耶稣一受洗，对水面出来，天为伊开，伊看见上帝的灵若亲像剪影降落来，歇伫伊身躯顶。圣灵呢，圣神咱知影当然是无形体，也目睭无法度看见。但是这个时阵，圣神特别用具体目睭通看见剪影的形象来显现，互在场的行洗的约翰，甲其他这个人，通真清楚知影耶稣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囝，是有圣神甲伊相甲伫地。所以耶稣伊伫接续团队的生涯内底，伊就是我靠这个含伊伫地圣神的气力，行做医病赶鬼的神迹，也通过安尼来显明上帝对人的疼。通过这个圣神降临伫伊的身躯顶，这款的见证，互人通了解耶稣真实的身份是对上帝遐来。也接续第17节安尼讲。对天顶有声在讲，这是我亲爱的囝，我意爱伊。信拜上帝嘛用具体通听见的声，互众人通知影，这位耶稣徛伫你面头前，这位耶稣是上帝所听的囝，是上帝所找要来完成伊所交托的使命的迄位。我想这款的见证，耶稣洗礼了后。对圣神来，对信拜上帝来，这款的见证非常的重要。因为根据研究，伫当时迄个背景内底，其实也有真侪人出来在讲，我就是基督，我就是旧约迄个弥赛亚。所以是毋是有对圣神来，甚至对信拜上帝来的这个见证，我想真做一个真重要的记号，互咱通真确定，这位耶稣是对上帝来，是上帝所要差遣的迄位弥赛亚。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真特别，常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神的一段经文，互咱通明白，耶稣伊虽然是用一个人的形式来到咱中间，咱来显现，但是伊的本质却是三一上帝其中的一位。咱今日所看的是耶稣伊第一摆来接受洗礼，伊通过降低家己。这款的行动来表达对咱的认同，对所有罪的人、软弱的人的认同。将来耶稣伊也通过第2摆的洗礼，就是伊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流血，来显明上帝对咱的疼甲拯救。耶稣到底是甚物人？这个问题，值得咱好好来思考。为咱今日所看的这段经文内底，咱通知耶稣伊是尊贵荣耀的上帝的本身，但是伊却是愿意用人的形式降生伫卑微的马槽内面，
为着伫罪恶中找无到出路的人来开一条活路，也愿意用家己的牺牲、劳费，互原本无仰望的人会当重新来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生命通得到救赎，得到仰望。这是咱对今日这段经文内底，咱会当做伙来了解的。也是牧师要甲咱提醒，咱头壳知影这个代志，抑阁无够野，但必须爱阁学习，愿意将咱家己的生命的主权交伫这位，愿意为咱来到这个世间的主耶稣的手中，互伊通来带领咱头前的道路，互咱通甲伊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伫新的一档的开始，咱毋通来互相勉励，有这个稳定的读经、祈祷的生活，通伊通过安尼，更较侪来追求上帝的心意。牧师特别要甲咱鼓励吼，咱毋知敢有咧看每日亮光的这个影片吼，有人点头吼，有看到吼。恁有在看今年的影片，敢有啥物无共款？人变老去对无？对，因为今年的是新的影片吼，毋是用较早的影片吼，所以你会突然发现，牧师那拢老几仔岁去吼。今年开始要拢重新翕这个影片啦吼，希望通过安尼，让陪伴咱做伙来读圣经吼。今年开始的4档，咱会对创世纪开始，对新约开始，完整读一摆的圣经吼，所以咱做伙勉励。做伙来学习吼，通过读上帝的话，通过祈祷、灵修，来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通过安尼，咱通学习，咱的所想、所行、所讲，拢会当真做上帝所欢喜。愿咱会当时时和这位来到咱中间，也愿意牺牲家己，为咱劳费，听咱的主上帝，和主耶稣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互咱通时时得到伊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愿你献上满心的感恩，感谢你愿意为着听阮，真侪人来到阮中间，也为着救赎阮，行十字架牺牲劳费的道路。全感谢你对阮遮尔大的疼，阮要愿意来学习，更较亲近你，更较安安来跟对你，也互阮的一生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阮愿意学习，将阮生命主权献上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接纳阮，也使用阮，诚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衬。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束缚。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杨牧师来传讲宝贵的信息，求上帝帮助咱有够野的信心，加气力，会当照安尼来行。这时，咱要做伙来吟诗，吟圣诗107首。既然有人互做苦楚，107首。既然有人互做苦楚，请起立吟全首。
谢。即时请备办心来奉献。若是你第一摆来到上联教会，也未填写留名卡的来宾，请填写了后交互阮的执事，咱一个当互阮的牧师来介绍你。即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的疼甲怜悯，互阮会当丰丰富富来享受你伫地面上替阮所备办一切。阮所献的，诚做你圣工的路用，希望会当诚做你的欢喜。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即时，请容阮我来报告。遗体关怀，
本会会友高丽桂兰姊妹伫2022年12月20日安孝主怀，定伫1月10日，就是本礼拜六上午9点30分，伫台北中华基督教会公礼堂举办告别追思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陈显成兄弟，嘛是张春荣姊妹的翁婿，伫2022年12月27日安孝主怀，定伫1月17日后礼拜二下晡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真义厅举行日的告别礼拜，愿兄姐关心代祷，并且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集体关怀，伫本会的会友李秀玉姊妹，嘛是林义妍姊妹的妈妈，伫1月7日安孝主怀，定伫1月19日拜四上午7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圣义厅举行日的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刷落有咱有新春的全家感恩礼拜，伊时间是1月22日，嘛是主日吼，是旧2020年的初一上午10点半，咱伫10楼的礼拜堂，伫迄天咱4场的礼拜要合并吼，所以请兄姐注意时间来参加。礼拜中特别邀请友志来参加献唱，咱就来吟诗。伫迄天透早10点，伫10楼的礼拜堂参加练唱。欢迎兄姐用小组也是家庭来做单位参加诗歌的分享，请伫1月15日，嘛是后礼拜主日中昼以前，向咱的医生干事来报名，会当帮咱伫定数的安排。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伫本会伫2月11日，嘛是拜六10点半到2点半举行双连教会设教110周年社区园游会，找初心爱相连、爱相连的活动。互信徒甲社区民众会当明了上帝的恩典，甲双连教会信仰前辈宣告初心，甲听的脚热。活动的迄天有真侪好食的食物，甲有一寡摊位吼，有一寡非营利组织的摊位，会当请各位兄姐吼做伙来关心甲伫迄天的。原油券吼，咱所购买迄落买的物件吼，咱打收原油券，咱无要收现金吼。每一张原油券是200块，佫会当付一张迄落抹彩券吼。伫今仔日开始就开放来购买原油券，请会当到办公室秀真干事吼来购买，嘛兄弟做伙招朋友来参加。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佫有伫耀华礼拜报名吼，已经开始。伫3月初5礼拜日的报名要来截止，报名截止的时间是2月12日，嘛是礼拜日吼。要伫透早8点40伫教会1楼来报到，然后伫9点要来准时出发。地点是伫双连教会3支的分堂，咱伫迄个雅华礼拜中间吼，有主日礼拜甲双连培育中心落成的剪彩仪式，佫有北海华的半日游。费用大概100块一个人吼，包括车资甲中昼顿，佫有保险，会当线上报名，嘛会当到九楼吼，甲迄个咱的干事会当来报名，会当交费用，是刷领车票，佫有参券。第三，伫本会设教110周年，特别来设计
一连串的一寡团契的动力闯关的起点吼。鼓励也未参加的小组还是团契吼，小少做回来报名，欢迎主内的兄弟姊妹做回邀请无导友，还是新朋友做回来踊跃报名参加团契的动力项目活动到3月底截止吼。若有啥物问题会当来联络咱的阿陈干事。接下来咱有一段影片要来看吼。做一个简单的补充报告。已经进入到2023年，是咱世界8.1周年这年所以做活动拢陆续在开始，所以这活动真鼓励咱拢会当报名来参与啦咱嘛要注意这时间比如讲出发的时间当时报名杂志的时间咱拢来注意好，另外补充报告进入执事的小弟甲太太。以及伊的囝儿李阳今日拢伫咱即场的礼拜内底，要代表家属多谢咱大家昨做伙参与进入执事伊的个别礼拜毋知伫什么所在伫这个所在咱愿上帝继续安慰夫妻帮助因继续引带锻炼因的道路以上。今日到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兄弟姊妹。那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是该恩你献上满心的感恩，感谢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互阮通过认捌你，甲你相结连，阮的生命成做有盼望，成做得到拯救的生命。主，阮感谢你，互阮遮尔啊大的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常常将阮的欠缺需要用你来摆列。阮即时要特别将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来摆咧伫阮的祈祷内面，恳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慈悲来款待每一位，互因伫困难、伫欠缺内底，也经历你加倍恩典甲因同在。特别将阮所看心的错误事、无收留，因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大权用信息来医治夫妻，帮助因，互因身体病痛，通紧紧得到完全的医治，得到完全的恢复，定心得到快乐，甲阮做伙组织，做伙来服侍你，也将阮教会8.1周年做事工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带领，也通过这事工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因带去较侪人来归应你。将阮的一切需要欠缺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听阮祈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吟上咏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咏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今煞请牧师来做祝祷，请起立。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恭受垂肯。